日咧必須同大家分享咧，好多人忽視嘅隱形殺手咧，就係諗得太多啦。你以為諗得太多咧就係心思細密、未雨綢繆，但其實咧呢一個係無聲式嘅自我消耗大戰嚟嘅。例如咧，你同朋友鬧交啦，嗰個場景咧好似一個魔咒咁樣咧，喺你個腦嗰度咧不斷咁樣單曲循環，點樣停咧都停唔到嘅喎。仲有咧，你喺工作嗰時候咧，可能俾上司講咗幾句，成日咧就神不守舍，反覆咧喺度琢磨緊自己其實到底錯咗啲乜嘢咧，食飯都冇胃口。翻到屋企咧，同阿媽同阿爸頂咗嘴頂幾句，跟住個心咧就戚下戚下，嗰個爭吵嘅畫面咧不斷咁樣喺個腦裏面不斷咁樣回放，越諗咧就越焦慮。如果長期係咁嘅話咧，抑鬱同埋焦慮咧呢兩個不速之客咧就會係咁纏繞住你，你會發現咧自己食又食唔到，瞓又瞓唔好，連個胃咧呢個最敏感嘅警報器咧都會開始咁樣頻繁咁樣同你抗議，喐一喐咧就覺得胃痛同埋胃脹。呢個咧唔只係令到你心情唔好，而係咧你個身體咧已經向你發出一個求救嘅信號啦。點解我哋會咁樣嘅呢？因為好多時候咧，因為我哋太容易陷入一個完美主義同埋過度思考嘅陷阱裡面。就好似工作為例啊，我哋接到一個新嘅項目，人哋咧就可能接起衫袖就即刻去行動，咁但係咧我哋仲係糾結係咧，萬一我哋錯咗，咁點算呢？或者個腦咧不停咁樣作出最壞嘅打算，都未開始咧就已經嚇死咗自己啦。呢個咧就係一個典型嘅過度準備嘅綜合症嚟嘅，總係咧覺得咧要萬事俱備咧先至可以去行動，但係結果咧其實往往都錯失咗良機。呢一種內耗咧就好似一個惡性循環咁樣，越焦慮咧就越做得唔好，越做得唔好咧又越焦慮喎。所以點樣我哋可以打破呢個困局呢？我咧今日分享3個方法俾大家。第一咧就係用行動去打敗空想。大部分嘅焦慮咧都係喺你勇敢行出第一步嗰一下，其實就會煙消雲散㗎啦。就好似咧我哋一直咧好驚游水咁樣，當我哋真正跳咗去水裡面之後咧，你會發現咧其實我哋都唔係想像中咁驚啫喎。第二咧就係俾自己一個反思嘅時間，每日咧抽15至到30分鐘呢個時間咧，梳理一下咧自己咧喺腦裏面不停轉嗰啲想法係啲咩嚟咧？我哋咧將佢哋咧每一條都列咗出嚟，攞張紙，然後咧我哋就會發現咧呢啲擔心咧其實係毫無根據嘅。第3咧好重要啦，就係修煉強大嘅內心。我哋咧要學識咧接納自己嘅唔完美，允許生活裏面咧其實有啲小瑕疵嘅，因為人最大嘅內耗咧就係同自己過唔去。唔好俾諗太多咧偷走我哋嘅快樂同埋成功。如果咧你正被內耗困擾，好想咧擺脫呢一個痛苦嘅話咧，可以喺呢度咧揾我咧去了解有關咧療癒嘅辦法。我哋咧一齊打破內耗，擁抱咧更加美好嘅生活。記住，行動係治癒一切焦慮嘅良藥嚟嘅。由依家開始，我哋改變，我哋好好咁接納自己。我係 Charis，我哋一齊加油，拜拜。